我需要幫手。要講一句我需要幫手，其實係需要好大勇氣。揾人幫手，其實只係一個電話或者一個訊息咁簡單。我真係頂唔順啊！不如休息下先啦。揾人幫手唔係軟弱，係一種力量。如果你覺得好辛苦，記得揾人傾下。我而家感覺好好多啦。預防自殺，每天警覺，伸出援手，尋求幫助，創造希望。